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宣教主日，所以伫等的礼拜中，牧师要带大家做伙为着教会儿少牧区的短宣队，要来做查恳甲祝福。通过教会设立宣教主日，搁一摆提醒咱，宣教哪亲像军队在烧战。毋那只是有短宣队的成员，要伫遮来接受查恳甲祝福，要踮伫宣教传福音的第一线。这也是咱今仔日每一位参与礼拜你甲我，也要做伙来领受宣教的差派甲祝福，互咱毋那为着参与短宣队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关怀。才会支持以外，搁较爱加上咱伫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名，通互咱每一个人伫属灵的战场中，无一个人是缺失的。要讲道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阮来到你的面前。信心上帝，阮欢迎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掌管阮，互阮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利益。阮将以下时间交伫主的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旷野40年，过着各样人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这位埃及王子。当上帝伫刺迫甲火焰中呼召摩西时，伊有济理由来拒绝上帝。伫出埃及记第3章11节、13节，摩西已经拒绝上帝2摆。伫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第4章一开始，摩西伊阁想出一个理由来拒绝上帝。摩西应讲。以色列人袂相信我，嘛袂听我的话，因会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摩西伊积极想要证明，现在我是一个啥物拢无权势、无地位、无资格，搁较无能力。摩西想要找出济理由来拒绝上帝。上帝啊，虽然你真厉害，但是我真正无法度。上帝啊，你讲的迄个代志吼，对我来讲太困难啦！上帝啊，当摩西想要继续讲的时，上帝甲伊打断他，对伊讲：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请兄弟姊妹，这个情景，咱有感觉真实无？是毋是咱也捌亲像摩西同款，想了济理由去拒绝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呢？搁无的确，咱也感觉家己真袂堪的，资格无够，能力不足。但是这个时阵，上帝也要对你讲：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请注意。因为使用咱人手中有的一切，就是上帝完成事工的方法。伫俗世世界中，虽然人拢凭着家己手中的本事来生活，不过伫属灵的世界中，上帝也相款用人手中有的一切，来完成伊所交托的事工。就算是人的手中有的，只是非常微细，或者是小的文书，虽然互人看轻，但是将伊放伫上帝手中的时，就会发挥咱想象袂到的效果。所以上帝提醒摩西：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这句话是要互摩西看见。原来家己毋是啥物拢无，
也毋是一无是处。原来伫家己的手中就有各样的拐啊。煞只，上帝爱摩西将手中的迄个拐啊ฮ็伫涂骹，伊就顺服将手里的拐啊ฮ็落去。即支拐啊马上变做一尾蛇。摩西看到拐啊变做蛇，就惊吓赶紧闪走。是啊，当人看见危险的事物的时，通常拢会闪走，这是正常的，嘛是人的软弱。煞接上帝却甲摩西讲：“伸手掠蛇的尾溜。”摩西就伸手去掠，蛇就伫伊的手里变做拐啊。伸手去掠蛇的尾溜，各位，正确掠蛇的方法，一定是爱先压制蛇的头，安尼才袂伫掠蛇的时，你摕尾溜，伊对头挖过来甲你夹。是啊，当摩西搁一摆顺服上帝，伊用上帝所讲的方法。伸手去掠蛇的尾溜的时，即支各样的拐啊，用上帝的方式，搁一摆摕起来时，即支拐啊就变做无共的拐啊。伊无过是一支普通各样人摩西的拐啊，即马即支拐啊已经变做是上帝的拐啊。是要用来行新约奇事，成就上帝事工的拐啊！各位兄弟姊妹，咱要通过今仔日上帝问摩西的问题，你的手也啥物？互咱做伙来学习上帝安怎引带摩西，互伊对拒绝、克服惊吓，到伊勇敢顺服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带出有影响力的使命。牧师要分2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爱认捌家己，掠条改变的机会。认捌家己，掠条改变的机会。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乞食，伊向上帝祈祷，望上帝带人完成伊的心愿。上帝就对伊讲：“好，我会帮你完成3个心愿。照你讲，这个乞食，伊就提出第一个心愿。伊讲：上帝啊，求你赐我一个卖生鲜的阿鲁米瓦，通互我在讨食时会当来缀饭啊。”上帝问：“安尼你第2个咧？”伊想了后就讲：“安尼吼，你赐我一个比阿鲁米瓦搁较坚固的stainless瓦好啊。”最后，上帝问伊：“你第3个心愿咧？”伊想了想，表情烦恼，回答讲：“请你吼赐我一个保温盒啦，免得我讨来的饭菜吼安尼冷去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真清楚甲咱讲，当一个人伊若无改变对家己的看法，就算伊有通改变命运上好的机会，伊也会失落。亲像箴言23章第7节讲：“因为伊的心安尼想，伊做人也安尼。”各位，摩西伫旷野40年，伊过着照顾羊群的生活。即时，当伊面对上帝呼召的时，摩西伊真有可能足想要对上帝讲：“上帝啊，你40年前，当我还阁少年、有气力、有地位的时，以色列人拢无甲我信道，因还阁踢笑我的，讲啥人派你来做阮的审判官？上帝啊，40年后，我老啊。”无气力，无地位，现在吼，因是搁较无可能相信我。摩西认为现在家己是啥物拢无，
啥物拢毋是。伊无权势、无地位、无资格、无能力。简单讲一句话，伊看家己就根本就是无路用啊！亲爱兄弟姊妹，咱俗语有讲，咱阿妈嘛有安那一步踏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4节，伊讲。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体，逐个机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即则圣经提醒咱，每一个信徒，咱的角色无同，运势无同，但是重要性却不可忽略。亲像身躯的每一个机体，拢是有伊的功能啊。保罗伊就用具体的关系提醒每一个信徒，你是特别的，伫教会中是真重要的，因为上帝的创造真奇妙，人的身躯的每一个机体，拢是有伊的路用。好亲像我毋知你有听过人埋怨上帝无？上帝啊，你创造这5支手指头啊，有长有短啦。袂要紧，搁伫安那手指头顶悬，搁创造啥物指甲，有无？指甲、指甲，这指甲真正足啰嗦的，对无？有当时有垃圾，搁安那常常爱安那爱加指甲，足麻烦的。各位有麻烦无？当然无麻烦啊，因为上帝袂创造无路用的物件啦，因为安那。咱的手指头若是无指甲，有幼幼细细物件，咱是摕袂起来。好像就啥物剃衫的尖，咱若是无指甲，就无法度摕起来。所以咱看最麻烦、阁无路用的指甲，嘛是有伊的功能。同款的道理，每一个基督徒伫上帝角度来。拢是有伊的功能，拢应该爱欢喜回应上帝呼召。请记得，上帝看重每一个信徒，毋通掠家己做掠家己做一个是无学过的学问、无真济资财、无地位的人。所以我对上帝来讲，我拢无路用，我也无法度通替上帝做啥物代志。各位爱知，咱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回来，也就是讲，咱拢是上帝用同价赎回的囝儿。所以毋通搁讲传福音的事工顶悬，或者是参加主日礼拜、小组团契聚会、诗班、主日学、祈祷会等等，兼我一个人有啥物关系？兼我一个人传福音，兼我一个人侍奉，兼我一个人奉献，兼我一个人参与，哪有啥物关系？亲爱兄弟姊妹，牧师要搁一摆来提醒大家，咱对咱家己的看法爱改变，咱对咱家己的看法爱改变，咱就转到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甲咱隔壁兄弟讲，你是特别的。是啊，你是上帝用同价赎回的，你就是上帝特别拣选去传福音、报好消息的器具。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19节，耶和华伊安尼讲：你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受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是啊，上帝是创造新的事的上帝，是伫欠缺中守护丰盛稳定的上帝。咱除了认捌家己是有限以外，
咱搁较爱抓牢上帝互咱改变性命的机会，互咱加做上帝宣告拼图中的一份子。第二，就是爱信任上帝，勇敢顺服来回应。信任上帝，勇敢顺服来回应。摩西伊是各样的，各样人常常摕伫手里的物件，就是各样的乖仔。因上直接、上自然的动作，就是手摕着迄支各样的乖仔。摩西真有可能，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的手里摕着一支乖仔。上帝当然嘛知影摩西手里摕的是各样的乖仔。既然知，为什么上帝还阁要问摩西，你的手拿啥物呢？无思想，是因为摩西抓做家己啥物拢无，家己啥物拢袂晓，所以上帝要提醒伊，互伊毋那只是看到伊有诶，阁较爱伊看到，当伊对上帝全然信任。知影家己是甲上帝徛伫同一边的时，伊就啥物拢有啊！各位兄弟姊妹，上帝使用咱的时，伊通常拢是用咱本身有的物件，毋是咱本身无的物件。啥物是咱本身有的物件呢？就是咱生落来较熬做的，也是搁较熬的所在。遐特别容易上手啊，很容易特别容易去做的遮个代志，也就是咱所讲的上帝互咱的恩赐，或者是才能。大心爱知，上帝是授赐恩赐互人的上帝。上帝互人恩赐或者是才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为着互人得到好处。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讲，信心伫逐人的心就显明的，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第二个就是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躯，也就是教会。恩赐的目的，以弗所书第4章12节有甲咱讲，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上帝授赐恩赐才能，互每一个人，是要互人加做一个有路用的人，通运用所授赐的恩赐才能，来侍奉上帝，甲祝福周围的人。也就是讲，上帝授赐恩赐才能，互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造就个人，第二个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咱应当将家己的恩赐才能用伫上帝交托咱所要做的代志顶悬，互咱知，咱是甲上帝同一阵线，咱是甲上帝做伙完成事工。第二，上帝是授赐恩赐才能互人的上帝。上帝过去会当，现在伊嘛当，将来伊有完为。当上帝呼召摩西身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摩西伊对上帝讲：“上帝啊，请毋好派我哦，我毋是敖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我嘛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金也是失明，兼毋是我上主。答你着去，我要使你口才，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对安尼，咱通知，恩赐的得着，虽然有的时阵是与生俱来，但是真侪时阵，
是伫咱伫服侍上帝时，上帝知影你的需要，佫会授予佫较侪恩赐互你。牧师伫小组的中间，看到真侪即款的例，有侪兄弟姊妹，因参与伫小组的时，一开始就是做完，要请讲你来讲几句话，你来分享，讲千万毋好叫我，爱因开喙分享，拢毋敢。但是当伊参与久啊，当伊愿意接受邀请来分享，或者是带领诗歌敬拜时，一开始无的确会催缩，但是只要愿意继续分享开喙，或者是加带领几摆诗歌敬拜了后，就会一摆比一摆佫较顺，佫较流利。伊本身就进步足侪，也互小组的聚会带来侪感动。所以牧师体会到，第一，上帝是欢喜授予恩赐才能互人的上帝；第二，虽然咱的才能恩赐无够，若是抱着谦卑学习的心，愿意献互上帝来使用的时，上帝必定会加倍授予佫较侪恩赐互你。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你手拿的乖啊？什么是你的手拿的乖啊？是一个怜悯人的心，是一双温暖的手甲轻快的脚，还是讲一个清澈的笑容，还是一支插火的家刀，还是一支真熬写的笔？亲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是啥物？你感觉上普通，你感觉上轻松去做的，但是却是互你忽略的能力甲资源的。请会记得，伫你的手里拿的迄支拐啊，毋那是你的拐啊，伊佫较是上帝的拐啊。你若肯将你的手里拿的拐啊，用伫上帝交托你的代志顶悬，互伊加做上帝乖啊！为着上帝来传福音，为着上帝带领诗歌，为着上帝关怀别人，为着上帝来插花。请注意，当咱若对上帝全然信任，知影家己是甲上帝徛斗阵的时，咱的恩赐也必然会哪使用就哪丰富。咱的生命就会亲像一丛在地溪边的树同款，会当照时来为上帝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一定爱知影，传福音是主耶稣搁我就天正正，互咱每一个人的一个大使命。亲像保罗，伊伫罗马书第1章14节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的还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咱上联教会礼拜堂头前即块圣坛道前，有一块艾欧那石，这是咱现在即栋上联教会大楼落成献堂的时，民友的牧师送互咱的教会一块艾欧那修道院礼拜堂的圣坛道的石头来做礼物。伊毋望上联教会会当加做亲像英国艾欧那修道院，通过信徒的宣教，互福音紧传遍伫全岛，甚至是全国同款，会当加做台湾宣教的教会。咱的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陈启准牧师，伊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实在是真大，所以伫献堂的时讲，上联教会起造即栋大楼，银行借了真侪钱。这个债务是容易还的，
总是咱所欠传福音的罪、救灵魂的罪，甲欠上帝的罪，这是行袂了的罪，这也是因果的罪。愿咱的大脑奉献给上帝，诚做传福音、救灵魂、行福音的罪的用途。传福音毋是靠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是爱用小组团契，是用团队服侍，做伙用关系报道的方式去带领甲关怀咱的福音朋友。团队传福音的价值，在伫伊的亲像教母、挂菜籽仔同款，会不断来感染、扩大、产生效果。连家恩弟兄有写一本书，叫做《给我10万个灵魂》，内面有一段话，深深感动我。伊讲：你可以觉得自己很平凡，你可以认为自己不配、无法胜任，但是只要你愿意，布道家就是你。那位在你里面的上帝，如同放在瓦器里的宝贝，透过你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你自己。亲爱兄弟姊妹，请你备办好你的心，当上帝差遣你、呼召你起来传福音的时，爱知这是上帝给你的本分甲责任，也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就甘心乐意将家己摆咧给上帝，将福音传给遐个还未认捌耶稣的人，互搁较侪人也会当因为听见福音来相信，因为相信福音来得救。伫每一日的生活中，互接触你的人，拢会靠薄得到福音，拢会当因为你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牧师要用几啊年前捌看伫教会公报内面的一篇文章《礼拜堂里的蜡像》来甲大家分享。故事是安尼：伫礼拜堂教会的走廊，有一天加了一幅图，这幅图的描写着主日礼拜情景。礼拜堂内人山人海，大家聚集做伙迄个画面，总是不知名的作者，伊将这幅图的标题号做《礼拜堂的蜡像》。看到标题，侪会友拢皱眉头，感觉这个标题无适合，所以就建议牧师将这幅图定性号名做《礼拜堂的荣光》，礼拜堂的荣光，或者是亲像顶礼拜蔡牧师的讲道题目《荣耀的圣殿，荣耀的圣殿》，来显明礼拜堂的荣耀。就是牧师顺着会友的意思，要改变标题的时，有一个白头毛的老阿伯，下昏的时拿着拐啊，慢慢啊行入礼拜堂，点点啊徛伫还未改换标题的图的面前。牧师看到老阿伯就热情来招呼，老阿伯看到牧师，微微啊笑，用平静的口气讲。我听讲这幅图要改题目啊。牧师应讲：是啊，因为这会友拢认为迄个标题甲图无合啦。老阿伯笑笑继续讲：你感觉因拢有对内心疼上帝吗？老阿伯向问，牧师。有淡薄仔毋知影安怎回答，就讲：应该我休息啦。你感觉因有疼人亲像家己，真正将教会兄弟姊妹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嘛？
讲真诶啦，其实真困难诶，阮还阁拢在认真在学习呢。你感觉因有热心在服侍，自动自发来接受差遣，来参与伫教会逐项事工吗？哎哟，你嘛知影，现代人拢足无用诶呢。教会服侍毋是生活诶全部啦。你感觉因有受到信心感动，甘愿一世人为主做美好诶见证嘛？这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好诶文书啊，所以牧师老唱歌，名也唱袂出来。你感觉因甘愿为着家己诶信仰，排十字架、行苦路，来学习耶稣基督诶款式嘛？牧师点点，你感觉因每一个主日来礼拜堂敬拜上帝，转去了后有好好啊过着基督徒诶生活吗？牧师犹原无回答。恁感觉因伫礼拜堂内呼求上帝名，高举得胜诶大旗，表现出无比诶信心。但是离开聚会了后呢，牧师毋知影要讲啥物。我重新讲问一摆，你感觉因有对内心疼上帝吗？牧师点点无出声。我重新讲问一摆，你感觉因有疼人？亲像疼家己，真正将上帝兄弟姊妹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嘛？牧师犹原点点。好，既然身躯无有灵魂是死的，安尼信心无有行为也是死的。当人一旦无了魂，甲灵，也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好行为。请问你，因聚集伫礼拜堂内，是毋是亲像？这时的牧师吐了一口气，煞接讲：礼拜堂的蜡像。文章的最后写着：老阿伯面。对头到尾拢是微微啊笑。伊越过身，慢慢啊离开教会。甲牧师过世的时，伊留落一句话，伊讲：这幅图是我画的。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双连教会宣告主日。我相信咱拢毋是礼拜堂里的蜡像。保罗讲：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我是奉命在传。我若无传，就有灾祸。亲兄弟姊妹，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质。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质。今仔日的圣经也甲咱讲，上帝问摩西：你的手拿啥物？同款，今仔日上帝这个时阵，也要问咱所有的人：你的手拿啥物？你的手拿啥物？咱毋通只是做一个传扬福音的旁观者，应当爱提起你手里所有的一切来付出行动，因为上帝要用你，伫你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甲香味，发挥出好的影响力。伫生活中爱找机会，咱厝里的人，咱的亲戚朋友，咱的厝边同事同学，咱的客户，来做美好的见证，而且爱传福音。
引带搁较侪失丧的灵魂来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来得着因。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搁一摆将家己献就互你。主，阮知你会使用阮所有的，主啊，毋若安尼，你搁会温上加阮，日上加日的加添伫阮的生命中。主，恳求你帮助阮，加做一个传扬福音的器具，无论到倒位，拢会当将你的疼、你的恩典通过阮，互阮周围的人。主，恳求你来使用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